公元713年7月，長安仲未完全天光，宮城入面已經有人開始死人。第一批被釘上嘅唔係文官，而係掌住禁軍嘅常元恺同李慈。原因非常簡單，朝堂上有10個宰相支持太平公主，都未必及得上一個真正可以調兵嘅將軍。李隆基太清楚呢個道理，佢一出手根本唔同姑姑討論，亦唔俾任何人時間站隊，先斬兵權。再捉大臣邵志忠、岑禧等太平公主嘅核心人物被處置，竇懷吞見大勢已去，投水自盡。幾個時辰之前，太平公主仲係大唐最有權勢嘅女人之一。史書甚至記載7個宰相有5個同佢關係密切，軍國大事往往要聽他意見。佢若果唔入朝，宰相甚至會去公主府商議。呢個已經唔係普通外戚，唔係一個只負責享福嘅皇室公主。呢種地位，直白啲講，就係皇帝坐喺宮入面，但有啲事情大家首先想知道太平公主點睇，個朝早全部冇晒。太平公主逃離府邸，躲入山寺，幾日之後出嚟，李隆基處佢自盡，曾經2次重入改變。皇位走向嘅女人，一個連皇帝都要顧忌3分嘅公主，就咁樣退出歷史。所以問題從來唔係太平公主有冇本事，真正值得問嘅係一個咁識玩權力嘅人，點解最後會輸得連翻盤機會都冇？答案要由佢細個講起。太平公主究竟邊一年出生？正史冇留下準確日期，但有一件事非常清楚，佢係唐高宗李治同武則天所生嘅幼女，而且極受父母寵愛。太平成長嗰個皇室對唔係一個正常家庭，爸爸係皇帝，媽媽係中國歷史上最接近共同皇帝嘅皇后。高宗晚年身體轉差，天竺部參與處理朝政，2人一度被稱為2星。對其他唐代女性嚟講，女人直接處理國政可能係破格，對太平公主嚟講唔係，因為由細到大佢見到嘅家庭日常就係咁。媽媽可以見大臣，媽媽可以決定官員升降，媽媽甚至可以決定皇位下一步由邊個接。重要嘅係，太平公主亦一路睇住自己幾個哥哥嘅命運急轉直下。太子李弘675年突然去世，死因後世一直存在爭議。釋諭，李顯後嚟又被廢去太子身份，流放巴州。684年死亡。對太平嘅人未必需要知道每一宗事件背後到底有幾多內情，係結果已經足夠震撼。皇室入面身份唔係保險，今日係太子，聽日可以乜都唔係。血緣亦唔代表永遠安全。而太平後來最厲害嘅一種能力，正正就係識得收，識得幾時可以行前一步，亦識得幾時一定要退半步。其中一件成日被後世講得好戲劇化嘅事，就係吐蕃求親。民間經常將故事講成太平公主唔想嫁去吐蕃，於是自己扮道士，小聰明避過一劫。但新唐書寫法其實唔係咁。太平早年曾以道士身份為外祖母祈福，後來吐蕃提出婚事，係武則天唔捨得將個女嫁去吐蕃，於是真正為佢修建道觀，借此拒絕和親。換句話講，呢次未必係少女太平第一次施展政治計謀，反而更加能夠說明另一件事，佢真係極受寵。真正有意思嘅係另一幕。新唐書記載，太平有次穿上紫袍玉帶，男子官員打扮，在高宗同武則天面前歌舞。父母睇到都笑，問個女又唔做武官，着成咁做乜？太平就順勢表示，既然自己唔用，不如送俾未來駒馬。意思已經好明，公主想嫁人，
於是高宗同武則天替佢揀咗薛心。薛心本身亦係頂級皇親，夏后玉成楊公主係唐太宗李世民嘅女婿。681年，太平公主正式下嫁薛新。呢場婚禮奢華到乜程度？史料記載，婚車太大，婚館門口太窄，最後索性拆牆，沿路燃起大量火炬，連路旁樹木都被燎得枯焦。皇家嫁女排場真正做到條路唔夠分就改條路，難得嘅係婚後兩人生咗兩子兩女。2019年考古發現嘅薛真墓同墓誌，亦令呢段1300年前嘅婚姻多咗一份實物證據。呢段日子冇維持太耐。688年，李唐宗室、越王李貪父子起兵反對武則天，薛審嘅哥哥薛高牽涉其中，亦受到株連。《舊唐書》甚至直接使用被禱告呢種說法。薛心被捕之後受杖刑，最後死於獄中。由681年盛大成婚到689年丈夫死亡，前後不足10年。呢件事對太平究竟造成幾深心理創傷，史書冇可能回答，所以冇必要替佢寫一大段內心獨白。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公主身份救唔到丈夫，更加殘酷嘅係天好快又替佢安排第二段婚姻，對象係武攸姬。舊唐書同新唐書甚至都記載，武則天為咗成就呢間婚事，私下殺死武攸姬原本嘅妻子。呢個家庭處理婚姻嘅方式已經完全唔係普通人世界。前一個丈夫可以因政治案件死，下一個丈夫嘅原配可以為政治婚姻讓位。太平身處呢種環境愈耐，就愈容易明白一件事：皇室裏邊好多表面上屬於私人領域嘅事情，其實都係政治。婚姻係政治，親情係政治，甚至生死都可以係政治。但有趣嘅係，太平並冇立即跳出嚟搶權，反而相反。武則天6古生年正式稱帝之後，太平一直相當克制。不過同好多後世故事有一個重要分別，太平並唔係15年完全躲咗屋企，乜都唔理。舊唐書明確記載，武則天覺得呢個女累己，佢似自己，而且會讓太平參與機密無疑。只不過太平知道宮廷政治有幾危險，所以慧宇自檢呢4個字，其實先係太平前半生最重要嘅性格。佢唔係冇能力，係有能力，但忍住唔用盡。夏后休面前最安全嘅女兒，唔一定係最乖嗰個，而係最識得唔令夏后有感覺受到威嚇嗰個。太平成功做到，冇成事想做太子，冇心思想做太子。一班武士宗親為咗權位明爭暗鬥，太平反而一直站得相對穩，一直去到耆動5年，武則天年事已高，之而之張昌宗兄弟權勢日盛，張敬之等大臣發動神農政變，實牙將逼武則天退位，迎許李顯。史書確權連太平公主有參與，而且有功，具體做過乜，正史冇交代到可以拍成冷戰片嘅程度。所以什麼秘密開門、掌握換班時間、親自傳遞禁軍部署，呢啲講法聽落好精彩，卻唔應該當正史。可以確定嘅結果只有一個：政變成功之後，太平由一個皇帝最受寵嘅妹妹，正式變成有政治功勞嘅皇室核心人物，加號鎮國太平公主，食邑亦嘅大幅增加。從呢一刻開始，太平已經唔再需要只靠武則天個女呢個身份，佢開始有自己嘅政治履歷。而真正令太平權力爆升嘅，係5年之後另一場宮廷巨變。710年，唐中宗李顯突然去世，史書將矛頭指向皇后同安樂公主，認為涉及毒殺，但今日並冇足夠材料
將所有戲劇性細節逐項佐實。可以肯定嘅係，中宗死後，一派迅速掌權。少年李從茂登基，整個李唐皇室再次跌入權力真空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太平公主同一個後來極重要嘅男人走到一齊，佢嘅侄仔李隆基。唐隆政變爆發，李隆基聯絡禁軍，撮實混候一旁。太平公主參與謀劃，佢個仔薛崇簡亦直接加入行動。政變成功之後，太平更加親自介入皇位安排推動，由自己哥哥李旦重新掌權。呢一下，太平真正變成咗做王者。一個女人最危險嘅時候，未必係自己坐上皇位，而係皇位上面嗰個人知道自己點解可以坐上去。李旦重新登基之後，太平公主權勢到達頂點。佢係皇帝親妹妹，係2次重大政治變局嘅參與者，又擁有自己多年累積嘅官僚網絡。舊唐書甚至記載，朝廷重大政務，太平往往都會參與決定。佢推薦一個人可以短時間升上高位，佢唔返朝，大臣會去公主府問意見。至於最出名嗰句宰相7人5出其門，同史料對具體數字有少少差異，但有一點冇乜爭議，太平勢力極大。問題亦由呢一刻正式開始，因為同一場唐隆政變亦造就咗另一個政治強人李隆基。最初2人係盟友，但盟友呢樣嘢通常有共同敵人嗰陣最牢固。允后一死，共同敵人冇咗，李一立即變成將來邊個話事。李旦性格比較寬和，而且對妹妹相當信任。太平嘅政治模式一直運作得非常順實，佢唔需要自己做皇帝，只要皇帝願意聽佢，大臣同將軍又有一大批同佢有關係，實際後果已經非常接近掌握政策。呢套玩法可以叫做網絡式權力，權力唔集中喺一個正式職位，而係散落喺一堆關係入面。哥哥信佢，宰相信佢，將領同佢來往，官員受過佢恩惠，全部加埋就變成一張好巨大嘅網。太平最大嘅錯誤係慢慢將網好大，理解成將網永遠唔會穿。李隆基偏偏唔玩呢一套。李隆基嘅權力來源比較直接，唐隆政變係佢親自帶人做，禁軍之中有佢自己嘅力量。佢之所以成為太子，亦同平定運事有直接關係。所以當太平開始質疑李隆基太子身份時，2人已經由合作正式進入零和遊戲。資治通鑑記載，太平曾經利用李隆基並非長子呢一點製造太子非長不當立嘅輿論。呢招其實有道理。傳統宗法秩序之下，李隆基確實唔係李旦長子。問題係李隆基嘅太子位並唔單純靠排行，佢有政變功勞，亦有自己班底。所以太平以為處理緊一個太子人選問題，李隆基眼中睇到嘅已經係生死問題。葭實甩2年，李旦做出最重要嘅決定。李隆基正式做皇帝，李旦成為太上皇，而且一度仍然保留部分重大政務權力。對太平而言，呢個安排仲未算完全輸。只要哥哥仍然有影響力，太平仍然可以透過李旦維持政治空間。但個底層缺頭已經變咗，並面對嘅係一個願意聽妹妹意見嘅哥哥皇帝，而家面對嘅係一個知道姑姑一直想動自己太子位置，真正有兵、有班底、有決斷力嘅侄仔皇帝。呢個分別好快就攞命。773年，雙方矛盾去到最後階段。玄宗一方嘅官方記載指，太平公主同竇懷、攤銷志忠、岑禧、常元恺、李慈等人計劃發難。問題係不同史料記錄嘅日期同部分細節
並不完全一致。所以太平到底有冇一份完整到連幾時起兵、點樣換皇帝都寫好晒嘅政變計劃？其實無法100%還原。但政治最殘酷嘅地方，亦正正在呢度。當雙方已經相信對方遲早會殺自己時，真相反而開始唔重要。邊個先落手先最重要。7月初3，李隆基出手，第一刀就槍京官蔡淵凱離此被殺，跟住再處理朝廷內部嘅太平派人物蕭志忠、岑禧等人相繼倒下。竇唯吞逃走後投水自盡，朝廷甚至再追錄其屍。李隆基呢一下最狠嘅地方，唔係殺得多，係殺得準。太平公主身邊可能有大量官員，但真正令他可以對皇帝構成威脅嘅，始終係幾個掌握禁軍、行政中樞同決策權嘅節點。李隆基冇必要慢慢拔晒成張網，只需要剪斷最重要嗰幾條線，整張網自然跌落地。太平公主逃入山寺，幾日之後先再出現，最後被寵死於自己府中。佢個仔薛松簡反而保住性命。李隆基恢復薛松講官爵時，奏書中特提到，薛松講就咗多次恨下後有收手，甚至因此受到太平鞭打。呢個細節非常諷刺。太平公主身邊其中一個最早提醒她危險嘅人，就係自己個仔，但佢冇聽。太平死後，家產遭到抄沒，史書形容財貨堆積如山，珍寶甚至可以同皇家府庫相比。曾經圍繞住公主府嘅官員、將軍、門客、財富，一下全部失去主人。而李隆基亦終於清除自己登基之後最大嘅政治威脅。再過幾個月，大唐改元、開元，後世人人都知道開元盛世。但好多人容易忘記，開元真正開始之前，長安是經歷過一輪非常血腥嘅皇室清場。所以翻到最初嗰個問題，太平公主究竟輸喺邊？第一，唔係輸在唔聰明。一個可以由武則天時代一路安全走到中宗、睿宗，仲兩度參與巨大政治變局嘅人，政治能力絕對唔低。第二，亦唔可以簡單話佢輸在女人做唔到皇帝。武則天就已經證明制度障礙並非絕對無法突破。太平真正輸嘅第一層係正式權力不足。武則天由皇后開始，經過數十年經營，先後掌握皇后、皇太后、臨朝稱制者，最後先變成皇帝。步一步將私人影響力變成正式國家權力。太平冇完成呢個轉換，佢最強嘅身份始終係公主。第二層係佢嘅權力太依賴關係，宰相係自己人，聽落好恐怖。但5個宰相並唔等於5支軍隊。今日支持太平係因為太平有力量，禁軍將領死咗，皇帝親自出手，太上皇又無法逆轉局勢之後，剩低嗰批自己人，仲有幾多願意押埋條命？答案很快就出現。第三層亦係最致命嘅一層，太平低估咗李隆基將政治鬥爭直接轉化成軍事行動嘅速度。太平擅長嘅係佈局、拉人、影響、放消息、改變皇帝心意，等對方慢慢失勢。但李隆基最後根本唔同佢慢慢落棋，棋盤擺好之後，佢直接掀台。所以太平公主並唔係一個簡單嘅第二個武則天失敗版。呢個標論其實睇低咗佢，亦睇錯咗佢。史書確實話武則天覺得女兒累己，但兩母女最大嘅分別，恰恰就係權力最後放喺邊度。武則天最終將權力收歸自己，太平則將權力分散喺無數同盟、親戚、門生、官員同將領身上。前者建立咗一套可以自己運轉嘅統治，者建立咗一張極華麗、極龐大，但需要所有人
繼續合作先存在嘅網。713年嗰個清晨，李隆基只係剪斷幾條最重要嘅線，太平。40幾年人生入面最相信嘅東西，就全部跌咗落地。所以太平公主嘅故事，真正令人稀煲嘅地方，唔係一個女人差一步做皇帝，而係一個自細就在權力中心長大，比絕大部分人都更加理解權力嘅女人，到最後先發現，權力借得返嚟，人情買得到。宰相可以拉攏，將軍可以結交，哥哥亦可能永遠疼妹妹，但只要最終決定生死嘅權力，仍然握喺另一個人手上。所謂權傾天下，有時同一無所有，中間真係只差一個朝早。